后来即摆有袂少人拢是看网络直播来买海产，但是要注意哦，唔通乌白加值。讲若要加值，发买，讲加值，结果无真正讲买，这是卡到毁损罪。中华园林一个女子就是安尼，伫咧线顶看台南一间海产业者咧直播，伊小连续落单落3单，含运费是5410块，但是买啊无退货，结果海产拢歹去，海产业者嘛损失着5000多块，怎啊去法院甲告？结果，这个女子红破拘役20天，还会当换做罚金2万块。海产直播介绍比市场的行情俗正济，人气一困但是冇一箱。红莲蟹沙西米一盒650块嘛，足好价，也有鸡卵一斤只要23块，听讲无几天就卖了啊。台南一间专门卖海产的直播店家，大概直播拢有真济民众来买。中华园林一个生贵女子也去互直播声着。712年12月12日，一定2份当少的蚵仔400块，3份日本顶级的牛肉300块，3份虾条606，挂250块运费，拢总是1601。712年10月25甲10月30，拢订鱼啊、鸡仔甲虾啊，两家订单也拢是1601。是讲好店家感觉上含的是，伊讲订3摆，验过3届拢无去领货，也无付钱。坏掉啊！男生说要处理也没有处理，最后跟我说他是混黑道的啊，叫我不要提告啊。那我觉得你说你混黑道，我更要提告啊。可是还有无形的损失啊，运费来去，最主要是他们说要和解都没有，说要来也没有，一直放鸽子。而且店家运送海产，拢爱加温冷藏，运费保障。海产安尼坑咧嘛是会歹。生贵女子前后订3摆，所拢无去退。第一笔讲是买基金，第二甲第3摆是讲手机啊号码天凶，无收到简讯。3届拢总共订4803，挂580块运费，害店家拢总是了5401，去甲提出告诉。一审的判决出炉，法官认为生贵女子犯诈损、致死人损害财产罪，判关20天，会当解纳2万块罚金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